我係改峰，我係一個小說家，對藝術家朋友嘅咖啡講嘅，定一個老朋友，點一咖啡，聊一段客家嘅風法。各位安祥風華嘅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高一峰，唔知大家有看到乜嘅東西嘛？今日當特別，因為你請到一個你客家嘅行動藝術家李明勝老師，所以一個行動藝術嘅大師來到咱節目。所以今日呢，我用老師嘅作品同大家講好，有看到冇？一個好奇怪嘅東西哦。今日呢個談行動藝術啊，兩個東西。再來看講，今日做的老師李老師做的講到乜嘅副，俺先請李老師來，大家問好。大家好。老師，你那地多啲乜東西啊？以前冇錢嘅人啊，會買台天師買唔起，都用一個天師機，細嘅天師機，然後一變就變成台天師嘅。電視放大器啊！電視熒幕放大器。那個老小叮當哪嚟啦？你有冇想到用按兩個一隻電視嘅放大嘅屏幕來做那個藝術創作一隻材料呢？其實講起來做藝術工作、藝術的想法嘅創作對我哋的生活地位幾多東西都對我哋生活裡面找出來。以我啦，都是這麼樣子。所以呢，我覺得我常常會運用我們客家人的一些生活文化、生活的細節，來放在我的藝術作品裡面來談論我的想法怎麼樣子。那用那種方式來想行動藝術，就行動藝術到底係乜嘢東西呢？老師，你有一定義行動藝術，到哪去講啊？兩位？其實也講起來行動藝術這是西方的那個一個名詞，其實他們比較常講的是叫做行為藝術。行為藝術行為藝術。那行為藝術呢，其實就是用他的身體把他的行為很直接的表達出來。那可能這樣一講的時候，有些人會講說，難道畫畫的人沒有行為嗎？可能會這樣子。有這些爭議。但是其實不是。那行為藝術它是比較直接的，用行動來把它呈現出來。那不是說畫畫的人沒有那個行為，有，他的是行為就放在繪畫裡面。繪畫裡面去。這樣子。所以老師有，因為我哋老師原則上冇算係藝術科班出來。對，我不是對，我不是讀藝術專科的方面出來。你有冇哪個機緣不能行到行動藝術？其實講起來，這個應該要拜我在美濃客家的就是美濃記住的時候的所引起的那個，可以講說熏陶啊，或者是吸收的那一種東西啊。其實我們客家人居住的地方大部分都是在山區比較多。雖然，比如說啦，竹北現在是一個很大的城市，那早期呢，它是可以講說是很邊緣的一個小城市，很邊緣。那這個邊緣呢，就是其實客家的居落就幾乎都住在山邊啊。就它邊陲，就這個邊陲的地方。他趕你，他誰都哭啊！對，不要。但是問題就是從這個地方呢，就得到很多的那個生活的細節，很多生活。老師係有個創作活動都係從神法地方出來嘅。對。按樣嚟講嘅話，像細時期嘅神法有老人嘅藝術有。沒錯嘞。兩百個意思。以前我哋很細個嘅
喺杂茶，杂茶，喺山边啊，哎山档个杂茶架位。阿叔，落水耶！落水啊！哎，就一直叫他阿叔，叔叔啊，啊看下雨啊，我们要回家了，赶快，啊，就用喊咩？有海咩？其实山头对山头那个喊。对，所以呢，我常常用这种很生活的细节，来把它放在艺术里面去。所以比如说刚才讲的，我就是在忠孝东路上车水马龙，很多车子，我就在忠孝东路上叫我的名字。这个喊这个喊哎，对对对对对，跟相反讲，相对以前细细的时间，哎，阿叔俩都全部就阿 Q 俩都全部就按样喊你呢。对对对，因为我妈妈啊，就像我们小的时候，我妈妈很早起床，那她都准备了很多的东西，啊，要喂猪、喂鸡、喂什么东西，也喂小孩，都已经准备了。但是我们都是在睡懒觉，她不得不要叫我们起床，要去准备，要去上学或者怎么，就是美孙呢，火红哎。比如说在早期，我就是在1990年的时候，我就找那个叶丽娜，和威勒户，啊，就是他们两个都是很重要的，在国内很好的一个钢琴家，我就请他们在忠孝东路上就摆了钢琴，本来是要有2部钢琴，这是忠孝东路一部人一部，这样插对按这样。对啊，就6这一个人这样子，那结果借不到这么多的那个钢琴，那只好拿掉一个，他们在那边做演奏会啊，在忠孝东路做演奏会。哎，你想想看，这种观念真的是很前进的、很前卫的。可是2种事情，一只行为本身，再加一只 invitation 发表，我就想到讲，你要有变成了，你invitation的时候，你就变成有时间了。有因为我想到前一报有一只安迪老师点嘛，有一只还有3年哦，叫做台湾都懂的地方叫做倒立，因为叫倒立一个还有3年，叫做多那边叫做翕相，然后倒立就可以倒立啊，对老师还有趴地的，对对，3年其实铺地是吧，3年其实扑街啊，其实这种人人都可以，这种只能当成 photo， 大概10年前，10年前，中国大陆有一个艺术家，他做的蛮好的，就是就刚才你讲说倒立来讲，他比如说他把自己，就是说这个马路，这个地方刚好一个人孔盖，他人孔盖的时候，他就直接人倒下去，把自己的头人孔盖拉起来，这样你还下去。拍的照片就拍这个地方，把那地方录出来，就这样子录出来，这样子，这个是人孔盖的，对，就地表的一个人孔盖。但是这就是 photo， 就是一个影像的，对对，一个 photo 的东西。但是他如果说今天他有发表说 ，I will do it，I will do it， 啊，做了嘞，做个作品，然后做了作品呢，那就不一样，就冇可以啊，这个有意思的形态嘞。嘿，对。其实哦，刚一开始哦，时间一下就过退样的哦。其实啊，刚刚嘅李老师因讲等以后，当好高的线就肯定是照出来。我说你下一段再过来看，一张你都脏都给人孔盖的地方，都地位做的呼吸嘛，你下一段来看一下。老师，你还这个有做过哎？没有，他那个艺术家其实，做嘛嘅用嘅画图全部可以卖，香港人做一种作品啊，做艺术作品啊，冇辦法吧？佢冇隻標的物去做買賣啊，樣嘅。因為而家嘅東西哦，佢唔到，唔可以買一條樹嘅作業嘛。各位觀眾大家好，因為今日唱到係李明勝老師，所以呢，我幾點鐘我聽到教來教去，
怎會當好教？我安尼談到藝術家，就佢當佢嘅時期，差唔多80年代嘅時期，其實喺台灣原則上對藝術呢件事情，其實係當封閉嘅。嗰個年代吼，藝術家按樣嘅去表達自家，樣去創作自家嘅作品，我是樣嘅想就是說，應該係當困難嘅時期。所以你喺度看一段 VCR，看一隻年代，對於李明勝老師來講，係一隻不能呼吸嘅年代。來試看啦。剛才看到佢哋 VCR 哈，我就會想到講，其實當特殊嘅年代哈，年代80年代，一隻台灣嘅藝術家到底點樣去突破自家，做出創作咧？準嘛講，李老師要用一種當奇怪嘅方式，喊自家嘅名，就替人下詩，像少年一樣嘅扮家家酒，誰來變誰賣，誰賣變誰來，都幾多年代樣嘅去用藝術嘅方式來衝撞。來打垮一個社會價值觀。老師，其實你要做很多很奇怪的事情哦。其實哦，要做那些東西的時間哈，壓力過大呢。壓力啦。因為用來講啊，雖然我做那個東西啊，第一方面，我錄卡係世界嘅睇美濃。狀態嘅下咧，我一唔嘛，本人人嗰度生活地位嘅教育。第一方面咧，而教人人我用嘅糖，從嘅教會上。我用嘅看嘅田當個嘅雲層，用嘅變化。落水，我有颱風來了，我有乜嘅最主要嘅呢，日本人呢要飲水思源。嗰人呢，摩睇碌卡做地基王。你有聽過做地基王？就意思是講，像迄個土福摩睇碌卡做王啦。土福卡動態條啦，動態條。我出去攞杯打平啦，那就出事啦。有材料唔都出去啦。冇土福卡做王啦。因咁樣嚟講，對一個東西學習多嘅，要反轉，要舉一反三，舉一反三，要不斷地轉。其他嘅人嚟做作品嘅，唔管嚟做乜嘅樣嘅作品，佢就從藝術
家的总比前辈啊，前辈啊，全部讲的爱做的唔係藝術，愛做的不管是怎麼樣子傳統，也佢冇認同嘅咧，認同，佢冇認同，因為愛冇對藝術的準確的辨認。但是愛有一個想法，就愛啱啱嘅那個想法，突然嚟做，就去做一種真玩的事情。聽起來講，其實台灣嗰時嘅環境吼，對老師嗰時嘅想要做藝術嘅創作嘅方式嚟講，其實係冇辦法理解。不過像咁樣嘅方式，我覺得應該有辦法對老師嗰時嘅想法。其實我另外一個哦，為咗講就來幫助啦，好，快些哦。因為我以前行社交嘅啊，喺美濃讀書交嘅啊，佢唔會講波波摸摸，我不會咬，但是我講下，也唔到嘅語文也唔會也講唔出，唔會咬。但是我嘅數學啊，我嘅數學全高都 T， 很好玩了。我讀個大學校嘅哦，我唔到試去上課，我也可以。考試也考得好啊！而最主要是，我看到的東西啊，對這種用最生活的方式來講，因為在80年，我那年呢，還在1980年的時候啊，我那藝術家啊，大部分佢還會處於所謂鄉土文學啊，鄉土文學，陳映真老師嗰時嘅哈。他們講要用報道攝影方式來，那可以促進人哋嘅藝術環境啦。但是我都講咧，因為我都唐人嘅眼光啊，我都講唔係呢，藝術唔係按呢，藝術是應該歸大眾呢。因人不一樣嘞，一種藝術嘅嗰種藝術嘅一種多元化嘅概念對，應該因人不一樣我相同嘅，應該有歸大眾方式才有，慢慢都該講嘅。但是都變成圍攻啊，但是問題我做我用我的這個身體力行去做嘛，那就可以做出來的事情。所以，要不做一種藝術方式啊，太，我哋講嘅以前嘅畫圖可以賣啊，做嘛嘅用嘅畫圖全部可以賣。像我哋做一種作品啊，做一種藝術作品啊，冇辦法吧？佢冇隻標的物去做買賣啊，樣嘅。因為而家嘅東西哦，看唔到，我買一條樹嘅做什麼？有啦，可以啦，可以變成可以雕刻。雕刻做得啦。就雕刻做得可以買啦。但是買其實挺我嘅有藝術家用一條樹嘅做。裝置作品，我說幾個人講，我說一整件唐老師係慢慢地講嚟一攤來我感覺當沉咗一個，其實一隻藝術家想要留下嘅作品，送出去唔係俾大家看天天，佢係要想辦法俾中意呢隻藝術品裏面想辦法去買到佢。我說咁樣嘅一隻過程其實沒一定煎熬沒一定煎熬。我想喺當啲時間，你又可以你經過咁樣嘅過程以後老師其實喺台灣體集本意大利威尼斯雙年展邀請過去嘅台灣藝術家。我想喺當啲時間，你又談一下老師嘅談一下，看下同意大利威尼斯雙年展嘅之間到底發生乜嘅事情。那我就一個黃金嘛，就打滿一個全部簽署，要表示第一個方式就表示一個
地方啊有，俺能几多人听，当多人听系啦，喺度听系啦。第二呢，俺能有钱要践踏他了。那个一只反讽就他们。系啊。各位觀眾，大家好，又接翻嚟嗬。其實大家看到條單位話緊啦，睇個可能唔啲啊，你喺房見喎，真見你房見喎，所以其實我條那當初，其實你係咩李老師的一張作品哦，做乜能講咯？其實李老師應該算係台灣可能係早年唯一一個，多啲可能係唯一一個受邀去參加意大利威尼斯。雙年展的一隻藝術家，做乜會想到用黃金來做一隻頭冠？老師嗰時個鳥會想安樣，那是真嘅的黃金咧。等下做帶轉一樣。講起來啊，就我快些下用西演。西演吧，你用西演吧。因為歸來啲轉嘅。1990年左右啊，佢喺台灣佢反清黨後，那個東西有相當多錢。佢喺我做了一個作品，就用台灣的我哋的鈔票鋪滿整的花腦。錢咯。錢，一張一張的錢，一張嘅1000元啊，對，鋪滿。老師給你這個，別行掛花，全部用黃金做嘅。有個朋友買一間，佢黃金啊，就用一個金磚啊，打嘅。其實佢打嘅係一個。龜殼啦，一個龜殼，佢係咪講佢係乜嘅意思啊？其實佢被做嘅作品啊，佢title就是佢世界的那個展覽的那個題目，俺人的信仰，俺人的信仰，我們的信仰，俺人的信仰，有俺人信，有錢，有黃金。俺人信仰，而家嘅朋友啊，係個懂醫生，而家嘅作品啊，就他們就要作個安排，就加一下語言嘅門檻。幾多黃金啊？就對，嘅黃金做，就是那個金磚樣打做一隻龜殼出來。對，用係鑲嘅，鑲嘅，龜一個龜殼一樣，龜殼就是烏龜嘅殼，愛殼嘅邊，看起來就是一隻龜。佢用黃金做嘅就好，老師今日要帶一隻作品來講，其實咩兩隻樣嘅其實用一隻當安尼讓我看到按看就像台灣嘅啊，對啊，來自台灣嘅，也就以前其中嘅一隻，其實那個。1992年嘅時嘅做嘅，佢個都用咧金磚打。你咩黃金嘅？黃金。你咩黃金？黃金。我第一個看下帶陣。哦，有樣。因為佢睇佢時間，我哋鐵架，鐵質藝術家用貴金屬係貴金屬，用黃金嚟做藝術作品嘅藝術家。90年開始嘅，90年開始嘅。佢因為做一隻台灣，但會當到一樣嘅奇怪嘅入下嘢度，你感覺咯？因為其實啊，我哋常常講啊，有奶啊，有天奶，有地方啊，都有黃金啊。幾時嘅台灣？都有錢啊！腳踏下係做黃金。都有錢啊！而更加有係啊，有屋嘅唔有錢。
你就踢哪都有錢。其實反映到幾時叫男人開始嘅。你要叫男人他台灣愛有錢的，有錢啊。台灣愛有錢。但是以前的人啊，人講嘅純黃金嘛，都按照講千足啦。咩叫千？千1000兩錢嘅錢。一千兩錢嘅錢。足腳啊。哦腳叫足哦千足。哦千足按到黃金哦。係就9999嘛。99.99。那我就一個黃金嘛，就打滿一個全部千足。要表示踢一個方式，表示一個地方啊有俺能幾多人踢，當多人踢係啦，喺度踢係啦。啊，踢的。第二呢，俺能有錢要踐踏他。想踐踏是那個是反諷，知道嗎？係啊，因為但是是應該講開發，開發開發。佢老師吼，老師你先不用好來，我講徛得。哎呀，練個背力練按球唔好。啊，因為但是有個東西啊，就是一體兩面啊。有錢，他都要土地當背，唔正經喺土地當好，未算當好。唔過呢，喺有錢，去難記，啊，給土地就不浪費咗啦，用錢去浪費咗。對啊，就一體兩面啊，兩個相反。對啊。哦，所以俺呢，另外一種想法，有個地方裏邊有安尼乜嘅啊，樹嘅，有綠色的，俺呢寫啊。啊，弄不了的綠色的。俺呢個地方有房間底部有一個綠色的，就表示我們也要有滋養，要有自然，要有樹誒。再用排放，然後咧土地長都當好。那個才能。哦，這個概念是安尼哦。不過像老師吼，是咧多年來，像泰六，因為我待過嗰片一段時間咩。我在泰六嘅時，在北京嘅時間哦，喺北京其實當到藝術家嘅時間，差唔多到07年、08年、09年嘅時間，就奧運然後嘅世博前後嘅時間，我所覺得嘅藝術發展當蓬勃呢，當蓬勃。老師你有看嘅泰六嘅藝術發展？其實哦，就是泰六嘅藝術哈，講起來啊，大部分會俺們台灣的花農，他最先有外國的收藏家，有外國的花農會去買伊哋嘅花啦。看到有越來越多有俺們一個台灣的花農啊，出去買，有台灣的花農啊，會有的收藏家都會去買。有去買以後咧，你當然東西都會有銷售嘛，有都有錢啊，有錢的時間呢，都幾多，發展的。其實講起來哈，一種是一個幾好的方式，但是來看，我的想法，我的看法哈。有加另外一個，尤其是我工作室睇798的時候，北京798沒啊？那2007、06、07的時候，在798，因為佢係咪佢係咪啊？其實798藝術期啊，係1994年開始的。94年開始，1994年開始，那一直2006年已經過了10幾年。我那個時候去澳門，澳門要讓我講澳門去美術館要去展覽，啊，展覽家位嗬，嗰度當到嗰啲上嘅泰國嘅藝術家有人去講，啊，李老師。讓我去泰六看看咯，要眼看看，要計講啊，唔能夠綁人一批啊，都才能走啦。好多人佢真是剛嚟綁一批，就去哦，去看那個，我都想去睇個北京嘅798佢就係看，
就睇嘅一個跟人朋友嘅約好睇嘅帶，冇想到講按照因為係坐咱們當做嘅呢火車，去到北京，早上6、7點嘅，一下尾我就睇7、8嘅工廠去啊，藝術去地步。哇！我睇看了行嘅幾看咯，真是有樣，佢就係那個氣氛幾好，這是嘅。嚇，氣氛幾好。一下我都想啊，我應該來也就係前工作室啦嚇。我冇想到講咧，我睇等朋友嘅幾個啊，幾個一個飯堂啊，幾個飯堂，嚇睇到嘅一個朋友開嘅，有個朋友咧。以前我睇法國，按照交流方式工作，就法蘭西斯畫廊啊，睇嘅工作。我想到我睇等一個位，後來我去見看伊個法廊用嘅，我想到伊來開門嘅位，如果李明勝、李老師，哇！嚇到啊！反正唔滿意咯，好鬼嚇到啊！如果講係滿意，又介紹哦，我睇佢這個啊，有時候佢比天音樂禮拜一，大部分飯堂關門，嗰個係就卡伊嘅飯堂裡邊看展覽嘅，順便做一個田野調查，都卡伊嘅。地背啊，呢批嘅看發展的人啊，看了1點鐘啊，差唔多有90人嘅，90人咋？係90人嘅人，攞嚟看法啦。係，日出，都講起來平均啊，平均有1分鐘裡邊有2人啊，1分鐘2、3人落去。我感覺哇，這樣。而且禮拜一呢，沒講大部分飯堂休息的，哇，不得了呢！你要一年，下來佢6點鐘就有600人。其實呢點好，最講，你用去老大家哈老百姓交通藝術咁樣嘅一種東西。我最想其實藝術對於李老師來講，最圖神法地位請出來嘅，你用老。神法地位有藝術感嘅東西，有這個轉轉去本土嘅神法嘅特產。第一個，其實咁樣作為一種藝術嘅一個交通吼。所以我說到呢一點其實同重要。其中其實你講應該看一下李老師最近同嘅新做嘅一隻新嘅藝術創作係乜嘅？咁樣呢盤 VCR，嚟看呢個 VCR 裏邊老師嘅新嘅作品係乜嘅東西？每一張椅子都是一個人，有它的一種象徵性的，所以我就把這個東西把它變成一個椅子，有很多人在分享他的歷史、他的經歷，所以呢，而且呢，我故意把它製作一種，在這個地方變成一個帆船一樣，一個船，就它會搖晃，就在走。剛才按的那一種汽笛，就是。以前我在高雄這個地方拆產的地方買的。我們做那個觀念藝術，其實有的時候很難找到地方做展覽，尤其在台灣，而且尤其是在90年代之前更難，因為很多的藝術家去做的作品呢。往往都是他的經歷。想叫你們人吃飯啊！不好意思啊，謝謝。那他的從那個經驗裡面創作藝術作品出來，就是讓藝術展。簡單的老師，我希望有更多的年輕人啊，或者我們的晚輩啊，能夠有更多廣泛的創作。做到
融合到了地方了。大家好，今日老嘅李老師談到同老藝術有關嘅事情。其實我係有講到最講李老師喺台灣幾十年台可能都係係唯一一隻受邀去參加威尼斯雙年展嘅一隻台灣藝術家。其實其實老師讀這篇有展覽一隻作品，老師作品裡面有帶到啲相片嚟，講嘛？你看一下呢隻相片嚟看一下，一個哈，兩個馬名咯，叫火球語言啦。火球語言。其實一個作品我有裝置，也一個佢係做一個表演，一個咧作品呢，係表演同裝置合在一起。表演老裝置，就表演藝術老裝置藝術合作圈合作成為一種概念。那時候一個照片一個照片這個相片現在是存在那個意大利威尼斯國際雙年展的文件美術館裡面。那其實這個裡面每年有每一屆有上千的藝術家了，被邀請在那邊做展覽。那如果能夠被收藏在那個文件美術館裡面的照片其實公益了不容易啦。我們今天是講很幸運啦。因為你看你看這個就是從90到97嘛，97有4屆，有4屆，你看只有幾個人而已啊，算只有對啊，只有公益了只有20位。20人，老師就丟那邊其中一張，很不容易啊。真嘅難。另外那個我們，那主持人剛才講的。為什麼可能只有一個？可能他感覺會問講，不是啊，我們有很多每一屆都有人去那邊做展覽了。因為俺那好台灣館啊。台灣館。然後台灣館呢，也可以他那個意大利威尼斯國際雙年展有2種。他們有2個最重要的，他們的那個，一個是國家館，另外一個是主題館。那我的是屬於主題館邀請的。那其他的有很多的展覽，叫做平行展。平行展呢，就等於一起展覽的啦。就是和他們跟着他們一起展覽。好，那我們台灣館沒有在那個國家館裡面，這樣子的。那它呢就是在外頭了，就變成平行展。了解。好，那我們真正的被邀請在那邊做展覽，這個館威尼斯雙年展的，到目前好像只有我一個人。受邀前往的。對。到目前。我簡單的老師，我希望有更多的年輕人或者我們的晚輩有更多能夠加進很多的吸收藝術或者怎麼樣子，我們的環境能夠怎麼樣打造，讓我們的晚輩能夠有更多廣泛的創造，做到融合到了地方了，才能夠去打造到這個被邀請了。那另外一個就是國家館要用哪個方式來進入裡面的，因為如果進入裡面當然會比較更有意思。因為等於其實藝術嗰種情況佢冇競爭，唔係競爭咧，其實藝術競爭最厲害嘅。因為人家講說
艺术不是精神的。那我可以讲，有2个人同下站人都有經濟，都有競爭嘅，確實。因為講啊，我講一個人一樣去幹這個大，幹這個經濟。你說那羅馬的競技場裡邊有最少買2個人那競賽，難大的。因為講競技場都要2個人以上啊。明白沒有？所以一個東西可以想，而且藝術啊，真是有樣很奇怪。它可以人魔強大咯。其實個競爭夠厲害的。夠厲害。啥樣嘅競爭其實咩對喺後生嘅藝術家嚟講，咩一種教育？剛剛唐老師咁樣講吼，我就想到講，你喺後生年對藝術咁樣嘅一隻投入啊，吼，老藝術咁樣嘅迄本你下老百姓吼，大家人做得比較擘開很多藝術，韓國個咁樣嘅去欣賞一隻藝術家創作出來嘅藝術品。你種一樣去教育咯。其實教育個當到啦，當到，但係唔講嘅人哋去唔講別件嘅事情。雖然啊，人哋跟人冇想交往啦，但是人哋有好嘅東西哈，人哋沒學而學嘅人，而反省，人哋用嚟去做。像我為什麼會去學藝術？因為以前我睇天星橋做設計嘅，我就覺得上說，為什麼心情很不好？因為上班下班，為了要做嘛嘅，心情壓定嘅，係沒有一個精神寄託，所以呢，我就想辦法，後來就去一個人徒步旅行，從普里走到那個巴德子。咁後尾我都想啊，我應該去學習了解人的文化，人的飲食方面，從那邊去實驗。從那個地方以後，我就往那邊去了。啊，應該這樣的話，我就會比較就一邊工作，還可以有精神生活，這樣子。因為你看為什麼西方人呢？西方人，你看為什麼每一個人你遇到他們幾乎都可以和你談藝術，不同階級的、不同時代的藝術，為什麼？因為他們有美術館，常常每日有很多人去看，多少上嘅攝影的全部入去地方。其實做到神法的交流了，知道嗎？對啊，其實藝術的一隻想法、一隻作品，全部都進到嘅平常人的神法地步。你點可能喺台灣你韓文做到當好吼？所以這個，人們全部看到健康，看到多少錢？錢。你看我像個之前個松煙啊，像什麼像文創啊或者。做起我就跟老人講，應該有幾個廠房，該隔間把它比如說有一個廠房，它那個廠房安排該隔間很便宜的租給了藝術家、畫家，為什麼？那一個廠房這麼大，最起碼可以租200個人。那200個人的話，就東西就多了，很自然的就有人進去看。那自然有人進去看的時候，自然就所謂的耳濡目染。其實各位觀眾吼，正經今日請到李老師來談藝術，其實唔係談藝術咧，我知道唔係談藝術，一直都推談咩神法啦。因為正經啊，因為按講來講去，唔講嘅，要綁上來，個意思講來講去，其實就搞起個神法啦。只個能量嘅老按兩個神法都一隻老社會溝通、老環境溝通、老人群溝通。概念分享。我說咧，其實某一天作為藝術家，從神法地位潛到輕鬆一回事情。我聽好不好？我說一定要再過來教一下。千萬不要喊你再過來教一下哈。然後安排一下李老師哈，今日來安尼啲節目地方，老大家分享神法作為藝術嘅一件事情。
希望下一摆哈有机会再看到李老师的新的作品，再慢慢的、就大家的生活地摆展览出来给大家看。哦，老师麻烦了，安子谢，谢谢。给老师新的作品有段时间。今年再个读到林明胜老师，先拄好一种同情的感觉。所以究竟艺术和神法有冇关系？其实相对一个方面，因为以前林明胜老师就带到我迄个地方诶，较流动些咧。接着看到佢从台北当摆慢慢的行下来，佢搭行一步，贯通一家一只，就像一只铁砂骨，冲到一只东西，一下子我冲到针织，再个滚下来，又会穿到一只黄金，再个滚下来，又会冲到一只艺术家味了。其实他们硬贯通，冲到沙飞当摆当多的事情。想了做一只艺术家当创业的一只使命，就像一只砂骨一样的，天天台牌硬贯登下，冲到时间，冲到多多事，冲到几家，冲出几家，做嘛按到一只艺术家的身份。